哇，來看這規浪誒，這是青梅啊！這南投信義鄉農會咧收購青梅啊，攏強調以市價計數更較懸的錢來甲買，是希望講啊，安尼會當維持信義鄉這個梅啊的好品質啊。農友將現版的梅啊載到信義鄉農會食品加工場，予農會來幫，因為農會當年攏有固定的收，所以講梅啊價錢真穩定。它的收益其實也沒有很好，但是老人家留下來的，我們就做吧。那我們農會的收購價一般來說呢，我們會參考市場拍賣的價格的均價。那我們會為了要收到比較好的品質的話，我們會比均價再高一點。這梅啊是農友希望，嘛是農會上個重要的加工原料。農會會透過機器來進行分裝出來，再過加工。只篩選好之後做不同的加工。那我們也在我們的品相上面也可以變相對的完整。農會表示講，今年梅啊品質真好，真期待會當做出好滋味。你好，我是宋彥明。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